疫情期间出国旅游相对较无方便，只是今日咱台南在地特色社区嘛是一种享受。在适合伫定兴公园的阿嬷咧看市集，但市农业局就特别组织40个台南农村再生社区的特色单位来举办市农教育，互大家一摆细福教。每一个社区拢强调地产地销，希望支持永续农业的观念，同时透过闯关游戏，吸引这亲子做回来体验。我们预警的话都是以芒果为主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推广一些无毒的系列的一些的食品之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以建议说，我们以前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种了很多的芒果，对不对？每次的话盛产时候都会造成一些的农损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话就是说，希望说把这些过于的农损，把它做成了果干。02开始执行那个农村再生的计划，所以我们107年开始，我们就有自己设计的产品。我们这个产品叫做这个麻烦。为什么叫这个麻烦呢？这的话就是甘蔗，葛呢就是葛一斤，麻就是芝麻。烦也者就是说我们的制作都是手工制作，很麻烦，所以说纯手工的。所以有空的话到我们社区来看看。这项活动中华艺术可以结合嘛兼顾社会责任的实践计划来参与，共同提升民众对市农教育了解，并落实在日常生活饮食当中。市集里面有很多我们台南市的这个社区在这里摆摊，那主要的目的是能够希望介绍台南市的各社区的特色，并且把社区里面跟食农有关的议题呢，能够做一个呈现，也希望珍惜食物，那让大家好好爱护这个环境，好好爱护这个大地。为表达对农村社区甲其他农村旅游的重视，副市长陈谦嘛教场甲所有贵宾做伙动手来做梅仔柠檬酵素，正式来推广特色农业的体验趣味。食农好实在，互你笑嗨嗨。市政府的足多类似这样的活动吼，咱中华医药大学帮赞真多我甲校长先生多谢一下吼。那以这个946个全国的这个再生农村内底啦，咱台南拢做97个，97个是全国第3济，六都上济，都表示啦。咱市长是有在重视这个代志无啊？有哦。三官校共同合作来推广正在地、正当季的市农教育，嘛要邀请民众报名参与农村再生社区，加深人甲土地之间的情感。有兴趣会当上农业局的网站查询。但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